后来过来这件是新德县的德东有一个男子来做乞食。 因价甲人分，而且指定要爱100块的歪蓝山的哦。有民众甲建议，会当找社会局来协助，伊就越头白咧弄。原来这个根本就是有厝有房产，厝边拢叫伊是富翁乞食，生活用途根本都无亏欠，竟然安尼来糟蹋人的爱心甲善心。李长讲，这个男子的行为并无违法，已经有甲讲，希望伊找一个头路，唔通安尼规工弄榴莲。 要食唔讨趁。骑车的民众早顿买完，准备骑车离开。查甫人随过界讨钱，骑车的民众为钱包内底啉100互伊。不过后一秒，查甫人却继续伫咧早顿店路口啰啰嗦，找后一个目标。他都会跟他们隔壁的客人要钱。没有钱买豆浆，能不能给他个10块钱、20块？听说起初是这个样子啦，后来可能胃口越来越大。 别人说加油，我没得吃，我想要吃汉堡。来整理钱包仔，斟酌看内底有真侪纸100含1000块，金额坐买几两班，敢若就是伊个人本来的。原来查甫人生活无烦无恼，煞4个共分，出面头尾拢知影伊真好遐。咧共分的时，佮指定要100，无爱蓝山。我也看过他在角落数钱，的确他皮夹的现金是蛮多的量。 这个查甫人枪在出现伫咧新德县德东店这间早顿店附近，昨透早有民众拄到查甫人甲伊讨早顿吃，伊予对方几若回面带电话，甲伊讲闹困难，会当找社会局协助。想到对方竟然脚底抹油，让港酸，会看个港气。他妈妈有点生病，在新竹竹医院住院，他2兄弟每人一栋房子，生活也不是很拮据，也没有重大疾病哦，没有去认工作，到处跟人家乞讨。 查甫人行为无违法，里长今日当呼吁民众要互人钱进前，爱心想清楚，人敢真正有欠钱，嘛希望这个查甫人会当去食头土，用家己的能力照顾家己，若真正有需要帮助，嘛会当向公家单位求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